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8月31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不是交易日啊，关于胡适的消息啊，并不是很多。不过啊，我看到这个《证券时报》报道啊，他说啊，42家上市银行半年盈利1.1万亿，6大国有行将分红超2000亿。8月30日，上市银行2025年半年报披露完毕。42家 A 股上市银行共实现营业收入2.9万亿，同比增长1%，实现规模净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0.8%。其中，2025年上半年6大行营收均实现同比正增长，合计规模达1.8万亿元，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6825亿元。其中啊，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实现了营收和净利润指标双增。那也就是说，另外还有3家银行营业收入增长了，但是净利润是下降的。42家 A 股上市银行啊，上半年一共是赚了1.1万亿。大家想一想啊，如果再加上券商，还有这个信托、股权投资类的啊，这个上市公司啊，有那么几家，这个加到一起恐怕一共100多一点。这个券商今年上半年利润也不错，因为每天的成交量都是1万亿以上，多的是2万亿。那也就是说啊，胡适5300多只股票啊，这100多只股票的利润啊，就顶起了半边江山。胡适啊，这个利润有一大半来自于这100家公司，剩下的5200多家都是些什么公司呢？至少是不赚钱。那么银行能不能保持这样的一个盈利能力？这个非常值得怀疑啊，因为实体经济什么个情况？实体经济都不赚钱，银行赚钱，这本身啊是不符合逻辑啊，也很难长久。大家都看见了这个房地产低迷，那么多房企，那么多债务根本还不起，也就是房地产的坏账，难道对银行没有任何影响吗？那么多信用卡，对吧？那么多这个个人消费者失信，那么多坏账，对银行没有影响吗？这个利差越来越小，韭菜越来越不愿意贷款，对吧？这个按揭贷款越来越少，所以说银行无论是经营，它的压力大，还有它的这个风控，对吧？它的坏账那个是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的。咱们一直说啊，纸包不住火，人家总有一天它的坏账，对吧？要丑媳妇要见公婆啊。所以说啊，这个占胡适啊这个盈利一半的银行和其他的类金融机构，一旦它的经营状况，对吧？它的报表恶化，那是什么样一个场景？2025年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啊，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这个吴晓球啊，他发表了一个演讲，他说啊 ，A 股长期以来问题和认知有关系，人们把股市当成了融资市场，而不考虑这个市场的投资收益。大家看视频啊。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市场几乎没什么成长，或者说成长相对非常缓慢，当然和它的认知有关系。一旦对这个市场认知说它主要是一个融资的市场，而就不考虑这个市场资产的收益、风险的平衡性的话，这个市场当然不会有成长性。我昨天还看到我有新闻发言的在某部门的部长发言，他还是说我们今年上半年 A 股市场帮助我们这个行业融资了多少，但各个地方政府也会说我们今年通过 A 股市场又融资了多少，这个都是传统的观念，关键是你为这个市场创造了多少财富，这是最重要的，不是说你融资了多少。这个市场不是一个慈善市场，它是一个风险市场，是个投资市场，它的收益是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过去的认知啊是出了严重的偏差。今天应该说我们认识到这个市场真正要发展的动力根源是来自于它的这个投资或者财富管理的功能，来自于这个市场的资产和它的风险市场相匹配的风险收益率，它必须是存在的。如果这个不存在，这个市场它就不可能成长起来。这就涉及到我们对这个市场的整体的认识，这就需要对这个市场的结构进行改革，要让这个市场的资产能够达到风险收益的水平。那什么样的企业可以达到呢？首先是可预期的、有成长性的。对高科技企业或者说科创性企业，它就慢慢变成主体的部分。这个也是从这个逻辑上能得出来。为什么我们现在重视科创板，也包括创业板的企业的发展，它的逻辑就在这里。所以上市公司的结构以及改善我们的供给是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供给发生了变化，那么需求端也要发生变化。需求端主要是这个市场的流动性、资金的规模，以及它是不是有源源不断的能够寻找风险收益率的资产，这个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的各项政策都是
对这个市场是采取限制性措施，比如说很多资金都不允许进入这个市场，这个市场不可能有成长性。最近一个是金融改革的重点是拓展进入资本市场的资金渠道，让这个资金变得更加多元，特别是让大资金、长期资金能够有序的进入这个市场，这是改革的重点。更为重要的是，还要改善它的一种环境。当市场出现了巨大波动的时候，要有一种稳定的信心、稳定的力量要存在。这个稳定的机制和力量不见得时时出现，但是它要在那里，也就是有一种力量始终在关注着这个市场，这个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央行。如果央行对这个市场漠不关心，它也会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但它站在那里就够了，它不见得说要做什么事。当然，它要创设相关的工具，通向资本市场的相关工具还是要存在的。用不用暂时别说，但是创设工具很重要。也就是说呢，我必须要挖一条渠道，要通向资本市场。这个渠道里面的水的流量多大，根据情况而定。如果你连这个渠道都没有，那你是没有影响这个市场的能力，而且投资者觉得你都不关心这个市场的波动，就会大大的加快。9月24号开始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就建立了一种央行和资本市场的一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风险底线的维护。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创设的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当然使用了，但是规模不是很大，它对市场信心的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会发现这2个改革非常重要，前面一个是常态化的，包括险资在内，增量的部分的20%都要逐步进入到权益类的市场、股票市场来进行投资。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中国社会还有一些观念没有突破，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中国大学的校友基金会现在规模越来越大了，校友们都捐了很多钱。中国的校友基金会的理财能力很弱，因为它有一条它是不允许你进入这个市场的。这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社会对资本上的理解还有待进一步的全面系统正确。但这是第2个改革，就是我们市场的流动性的安排要非常。基本面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对吧？规模以上的工业啊，它的利润还是在下降的，这个都是统计局给的数字啊。那现在这个所谓的指数牛市，那就是水牛，资金推动，讲的故事是科技股、芯片、半导体，然后它的高分红啊，对吧？是靠银行、金融机构。这个故事看它能讲到什么时候？目前看啊，散户并没有跑步进场。这个故事啊，消耗殆尽之前，如果散户进场，那还可以延续一段时间。如果这个故事啊，吸引力啊消耗了，散户还没进场，那就穿帮了，只能这么说啊。所以说现在就看散户会不会在这个指数啊一直涨的这种诱惑之下跑步进场。这个我们再看看胡锡进老师啊，这2天胡锡进老师啊恐怕这个心情并不是太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最主要是胡锡进老师他本人在胡市啊确实挣了不少钱，对吧？他大概就是3200点进场的吧，3300，现在毕竟是3800多了，马上4000了。但是啊，炒股毕竟是副业。胡锡进老师啊，最近啊，他的老朋友麻烦越来越多，他的老朋友也越来越少。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啊，是昨天啊，这个中东小霸王以色列又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啊来了一次叫集体斩首行动。根据这个央视报道啊，说当地时间8月30日晚，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在该组织旗下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电视讲话中说，将很快发起反击，为在以色列空袭中身亡的多名重要成员复仇。他强调啊，胡塞武装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立场将保持不变，直到侵略停止、围困解除。稍早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啊，该组织的总理叫艾哈迈德·拉哈维及多名同僚8月28日在举行年度工作会议时遭以军空袭身亡，另有其他一些机构成员受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啊，胡塞武装已任命行政机构副主管叫穆罕默德·米夫塔接替拉哈维。而以色列啊军方8月30日发表声明说啊，以军8月28日抓住情报机会，在几个小时内完成快速行动周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一处设施，打死拉哈维及胡塞武装数名军事官员、数名政治领导层官员，说具体战果有待确认。那根据这个中东的一些媒体报道啊，这个战果呢，据称啊，除了这个总理啊拉赫维向真主报道之外啊，还有啊副总理叫米夫塔赫，还有这个卢瓦伊善2名副总理啊，工业部长马哈格里，军事行动官员沙尔卡比，内政部副部长穆尔塔塔，信息部部长哈希姆沙拉夫，教育部部长萨迪。但这人说
说的咱都不知道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人，没见过。但是有一个人呢，那多多少少大家是知道的，黄尔哈、黄拖鞋，那对这个人还是很了解的，就是那个叶赛亚，也就是胡塞武装的那个发言人，号称在东大啊精修过的，会用中文发帖子的叶赛亚。据说他也一起去报道去了，毕业了。这根据这个中东的一些媒体报道啊，说这个，当然这都是传言啊，现在没有核实啊。这以色列人他是怎么知道拖鞋军居然聚集在一起开会？这么非常时期啊，大意了，对吧？说好了不能聚集啊，有事打电话，结果他们非要聚集到一起开会。说这个摩萨德啊，并没有渗透这个拖鞋军、胡塞武装什么的，但是人家摩萨德把伊朗已经渗透成筛子了。而伊朗的某些这个叫革命卫队要跟这个拖鞋军开会，这个信息啊是从伊朗那边泄露给以色列的，以色列人就知道了啊，这个拖鞋军在某个时刻在某个建筑里面，当然他是做好了安全防范啊，在地下室里面准备跟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啊要开军事会议或者叫协调会，结果这个以色列空军啊不着调的用10枚1吨重的钻地弹，因为胡塞武装啊人家条件有限，不能像伊朗那样的搞那个什么核设施在地下90米，这胡塞武装拖鞋军对吧？他人家的这个也就是地下室里面，哪经得住这个以军的钻地弹呢？而且以军一次说给了10枚钻地弹，胡塞武装的这个高层啊，人均一人领到1枚。古人有云啊，叫钻地弹下死，对吧？这做鬼也豪杰啊，就这么个事啊。这胡锡进老师也发了个评论啊，胡锡进老师心情是十分复杂。他说，以色列又对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搞了一次集体猎杀，战争的形势在明显变异。以色列国防军评估，以军对胡塞武装周五发起的一起袭击，可能炸死了胡塞武装总理艾哈迈德以及12名部长。该政权整个军事和政府精英都在袭击中被消灭。胡塞武装目前证实了艾哈迈德和多位政府部长被炸死，另有多名部长受伤。这个首先我得提醒一下啊，这个央视报道的时候啊，对这个胡塞武装的什么总理呀、部长、政府官员的称呼啊，他都打了个引号，意思是咱们官方是不承认胡塞武装的。这个胡塞武装只得到了这个拖鞋爱好者的承认，也就是胡锡进老师他们是认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是反政府。就是胡锡进老师把这个恐怕也得混淆了啊，它不代表也门，对吧？它是也门的一个反政府武装，但是不要紧呐，它反美啊，对吧？他反以色列，他反美，那都是朋友，对吧？也不在乎他们身份了啊，这个就不要那么讲究了。就胡锡进老师他这么认为的，只要是反美，那就是自己人嘛，那就是老朋友啊。胡锡进老师啊回顾了啊，他说啊，在以战争之前，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高级官员和哈马斯身居海外的领导人，还包括对伊朗高级指挥官，都实施过精准的猎杀。说实话啊，一提到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那胡锡进老师恐怕蛋还是紧了一下的，因为黎巴嫩真主党他们主要是懒子和腰啊受伤比较多啊，好了，即便没死，那也是残疾啊。胡锡进老师啊很气愤呐，他说整个西方舆论几乎从未谴责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这一现代技术支持的猎杀手段，这表明定点清除或曰斩首行动已正式登上现代战争的舞台。实际上这个拖鞋军的下场，对吧？大家完全可以预料，没有任何悬念。这个以色列人呢才叫犯什么强优者，虽远必诛，不是不报，叫时候未到。人家是一个一个的来，不着急，对吧？你都已经在这名单上了，你就消消停停的等着就行了。导弹飞到你那儿还需要点时间，对吧？让子弹飞一会儿。这个拖鞋军啊，胡塞武装拿了伊朗的钱，对吧？蹦跶的厉害，他以为啊，以色列离他们很远，拿他没办法。就连对吧，特朗普拿胡塞武装都没脾气。大家还记得吧？这个特朗普刚上台之后啊，也兴冲冲的，对吧？对这个胡塞武装进行轰炸，结果钱花了，轰炸效果特别差。为什么呢？就是技术上它很先进，但是它情报啊还是没有以色列人做得好，对吧？你看以色列人一出手，这行家一出手啊，就知道有没有定点清楚，对吧？这美国人美军轰炸拖鞋武装，那简直是给拖鞋武装打鸡血，对吧？那不是轰炸他，那是在奖励他，在给他们这个叫什么打副本啊，给他们升级，给他们当陪练，不像对吧？这个小霸王一出手就是要命啊，不是要命就是要懒，对吧？反正两个你都交出一个。胡塞武装啊还是很血性的，很有尿性啊，头可断血可流，懒子不能丢啊。但这个胡塞武装啊，拖鞋军扛着他的火箭弹骚扰红海啊过路的商船的时候，实际上他的下场已经注定了。
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当然，这个伊朗啊被炸得七荤八素的时候，胡塞武装的这个生命啊，实际上就已经开启了这个加速模式啊。胡锡进老师的老朋友，从哈马斯到叙利亚巴沙尔，再到黎巴嫩的真主党，再到伊朗，再到拖鞋军，流年不利啊，叫溃不成军呐，一个个的被清除掉了。老朋友一个接一个的出事，老朋友越来越少。再这么搞下去啊，以后吃大席啊都凑不齐一桌了。现在还能勉强凑一桌啊，对吧？有人是扛着土豆来的，有人来了表面上还很风光，还有这个对吧？这全国就一个胖子也来了，表面上看还可以啊，实际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老朋友越来越少了。你比如说本来啊准备来吃席的有一个委内瑞拉的总统对吧？马杜罗，临时通知来不了了。为什么来不了呢？还是这个美帝啊欺人太甚。这个美帝啊就特朗普啊派了好几艘军舰啊驶向了这个委内瑞拉海岸，扬言啊要活捉马杜罗，甚至外面还有传言啊说这个马杜罗啊准备乘飞机试图逃离委内瑞拉，但是被美国空军战机迫使他返回加拉加斯。这个马杜罗居然面临着这个美帝的抓捕，对吧？这回美帝说不是斩首了啊，不是送给他钻地弹，而是要把他活捉，说他是毒贩，要绳之以法，要公审他，士可杀啊不可辱。这回马杜罗啊脑袋和懒子都没事，但是要抓他去审问呢，这受得了吗？所以这个马杜罗啊在国内也开始神操作啊，什么视察部队啊，要让这个委内瑞拉的军队啊向他效忠，也跟美国打到底。而美国人干过这事啊，当年啊在那个巴拿马，人美国人就去把那巴拿马的总统曼努埃尔诺列加也给抓了。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啊，号称他要动员400万民兵要保护他，有没有动员到400万咱不知道啊，这个到底有没有民兵也愿意保护他，这个咱也不知道。但是啊，就大家发现了啊，这个马杜罗啊，他跟那个乌克兰的泽连斯基不一样。这个2022年2月24号是吧？这个地保老人呢，他派出他的钢铁洪流，对吧？一字长蛇阵，人家是世界第2军事强国，直扑基辅，也是要抓这个泽连斯基。按照胡锡进老师说法啊，泽连斯基没有逃跑，这是胡锡进老师给他平反了啊。当年胡锡进老师是认定他是逃跑的，然后躲在国外发那个小视频，也是最近胡锡进老师才给那个泽连斯基平反啊，拨乱反正了，恢复名誉啊，说泽连斯基算得上是个英雄。面对这个地保老人的这个一字长蛇阵、钢铁洪流，泽连斯基没有跑，反而给基辅的老百姓、给乌克兰老百姓发枪。泽连斯基没说啊，动员多少万民兵保护自己啊，人家直接发枪。乌克兰的老百姓拿着枪，对吧？你是帮着普京打泽连斯基呢，还是帮着泽连斯基打普京？选择权在乌克兰人手上。那个泽连斯基为什么不担心乌克兰人帮着普京打他这个傀儡政权呢？这黄俄他就理解不了，这黄俄也理解不了这个马杜罗啊，为啥不敢发钱给民兵，发枪给民兵呢？对吧？他就是在委内瑞拉动员啊，说400万民兵，但是不发枪，因为这个枪一发下去就失控了，这枪口冲谁谁也不知道啊。这个马杜罗最搞笑的是，这美国人公布啊，说他在美国有7亿美元的存款。你说这个马杜罗一边反美一边在美国存钱，你说这都是什么操作呢？都跟加特老师学坏了，对吧？一边反美一边跑到美国买小房子。你看人马杜罗也这样干，是不是？这些反美的人都是这种操作啊，都是啊，反美是工作，在美国存钱，到美国去那是生活。马杜罗啊也不能例外，对吧？你看这个在俄罗斯叫的最凶的、跳的最高的那个梅德韦杰夫，那也是儿子对吧？在美国开连锁加油站，在美国置办产业，自己在俄罗斯领导俄罗斯人民反美。为什么他们的操作都一样呢？胡锡进老师能不能给解释一下？问哈梅内伊对吧？伊朗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后代啊，什么孙女儿是吧？也在美国啊，花天酒地啊。哈梅内伊在国内反美对吧？反的是呕心沥血啊，什么殚精竭虑，但是他的孙女儿在美国那是花天酒地。这个马杜罗说啊，我这7亿美元那是干干净净的，绝不是什么贪污。那人家问他，你这7亿美金从哪儿来的呢？他说我这是抽奖中的，买彩票中的。就问你服不服？这美国人啊，这早不去抓他，晚不抓他，你这个时候去抓他，搞得这个马杜罗啊，本来要吃席的，吃不了了，又是为难啊。胡锡进老师的老朋友，现在眼看着越来越少了，对吧？本来叙利亚的巴沙尔也可以来，对吧？占个位置啊，对吧？伊朗的总统本来也可以来占个位置，但现在没心情吃了，也要挨揍啊。你说这事闹的。所以说胡锡进老师虽然啊股市上赚了点钱，但是他心情啊依然开心不起来，为老朋友担心，实际上就是在为自己担心。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